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人权报告后，世界各地的维吾尔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督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帮助结束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破坏。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与全球60多个维吾尔组织在网上发布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成立调查委员会，独立审查东突厥斯坦的人权状况，并督促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问题办公室立即对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内的暴行风险进行评估。此外，还强调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维吾尔人从居住国被引渡到中国。此外，还强调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维吾尔人从居住国被引渡到中国。台湾联电前董事长宣布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并表示将与台湾同胞一起对抗中国的侵略，同时捐出了30亿元新台币，用于加强台湾的国防能力。土耳其总统与英国首相通电话，在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对日益增长的两国贸易表示欢迎，指出两国领导人充分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头，希望扩大两国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强调加强国防技术和核能合作的新机遇，同时强调祝贺阿尔多安总统近期在帮助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粮食封锁方面发挥了全球领导的作用。9月3日，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塞拜疆总统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南高加索地区局势问题。阿利耶夫介绍了8月31日在布鲁塞尔与亚美尼亚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会谈的情况。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宣布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继续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通报称，2日发生在北部的森林大火面积不断扩大，正逼近居住区，当地居民已经开始撤离。此外，火势还危及到了当地的石油加工设施。